主啊，你係充滿慈愛憐憫嘅神。雖然香港近年經歷撕裂動盪嘅情況，但呢個仍然係充滿愛嘅地方。陳婆婆陳復興俾賊人襲擊打劫，喚起咗好多香港人嘅愛心，不斷為婆婆送上物資。但原來婆婆好難獨力處理晒咁大量嘅物資，反而為婆婆增添煩惱。我哋懂得去愛，因為你先愛我哋。你教導我哋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嘅心與你同行。求你令我哋唔好自以為是，而係謙卑落嚟，幫人前先真正了解受助人嘅需要，讓你嘅愛更清晰咁被彰顯出嚟。願你彰顯公義，令傷害婆婆嘅賊匪早日落網，又願婆婆傷勢早日康復，有一個更安全嘅地方俾佢自力更生。感謝你垂聽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